伫咧新竹县尖石乡司马库斯部落，最近因为观光发展，按一寡大型的路灯的光线也会成一寡通拖过去，颠倒害因死亡。清大的研究团队就利用物理技术代替传统的 LED 光线，才让部落的生态渐渐恢复。司马库斯部落因为所在偏远，一直到1979年才有电通用，捌互人称作是乌色部落。后来因为观光发展，有电啊，煞嘛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。台电进来了以后，设置了好多大型的路灯，它会引诱好多的锹形虫，那么也引诱好多很漂亮各种各类的蝴蝶。观光客越来越多进来了以后，锹形虫都被捡走，那漂亮的蝴蝶也都被捡走，传统的那个星空，漂亮的那个夜景，星星慢慢的不见了。后来部落家己发起制作适合在地环境的路灯，是要减少生态冲击。啊，毋过电火球的光源也是会起因通拖，一直到清华大学教授研发出 OLED 电火，才解决问题。灯具可以配合部落的这个灯罩，然后晚上我们把它点亮的那一刻，我心里面真的很感动。太亮、太蓝的那个灯泡也一样产生同样的伤害，所以那个时候心里在想说怎么办？所以我从13年前就开始不断在思考怎么办，能不能发明一个光源，对夜空不会有伤害，对生态不会有伤害。285拍亲像飞蕊的电火球，已经踮旧年送来部落，目前拢已经装好势。即马无论是山顶的小路，还是居民大的厝附近，拢看会到。那好处就是说，低头可以看到夕阳余晖，抬头还可以看到星际银河，然后再也看不到这个所谓飞蛾啦，这个其他的什么像很棒的锹形虫呢，就跑到灯光底下，就是整个生态就被保护住了。这项技术在部落的应用，今年得到台湾光环境奖的特别奖。教授也期待透过这项技术，让社会大众对优先光环境更加重视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